半年得了参加过后，创了我们收视率新高。Hello， 他自己就刷了2000遍啊！真的。赞，马盖。而且他敢你哦，莫吃这个呢。哎呀，这俩温水不用咬哎，也摸它咬，而且你把它咬出来。客家请 Q 哈，就是什么菜都要会做。婆婆拿出什么菜，就不要做婆婆讲的那道菜。然后卡也是军事教育吗？唐长贵。这个是吸反射的那种速度哎，再一次恋爱的那种感觉。再次恋爱，那就是再婚嘛。摸眼泪都天虫哎。你好像对那妹妹很有兴趣。对啊。我们要问料理，你一直在问妹妹的事情。我刚刚就嫌你们访问太短。爸爸，我先去看那边的喽。行。你要买的是奶茶。啊？哎，两张嘛。太奶啊！有热了吗？哎，你起看哈。我妈妈在现场，我们还是不要这么残忍。不然我来试好了。注意看我刀工啊，切豆腐很少人切得像我这么漂亮啊。可是烂了，已经烂了。哎，你会别的哎，教官？当然，我是最佳的助手。我做到一半，他叫我助手。有时候小朋友回来，他就会指明这道菜。哇！不管你往陈哥哥煮为煮黑，懂后生。Hello， 各位电视機前面嘅廣東朋友，大家好。還有所有現場嘅鄉親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一家之主，大家民族。係中白橋。今日來到桃園哦。哎呦，特別嘅素材哦，係個故鄉哦。唔單止係故鄉，天天今日沉水站咩當特別咯。哎呦，特別到吼，哎，讓人上到動牆哦。都大寶前韓妹都有嘅節目當中聊目就叫，哎呀，哎，你先講出來了。停下來，等下就佢唔該你先嚟歡迎到今日嘅評審先生，之前呢來歡迎到嘅係森之師傅。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還有撒哈來有咱就歡迎到係一啲吼非常熱鬧哦亞太地區精英名廚吼金牛鳳雞師傅。大家好，我係鳳妹，大家好。師傅你好。馬上來歡迎到一啲鳳吹來自楊梅嘅楊公婆，歡迎到神龜阿哥老潮靚子，歡迎。撒哈來。我係緊張嘛。咱做農場電廠嘅，其實哦，記到雖然係咱水啦，不過記到非常上嘅多風水。愛啲。好。掌聲歡迎藍水來自幸福氣概夫妻吼兩公婆中通病了中暑救。選美比賽耶！大家好。哇！啲龍沙動作兩邊係金鐘獎紅爸爸媽媽哎，又這樣搶哈，有一點像動物免俗了哈。請問你來幾多歲啊？哎，還熊一下，哎，熊一下呢？爸爸媽媽又過來挑戰呢。你安用小改記到基本嚴重啊，啲龍沙，仇不應該長貼法，不來講吼，哎，不要講我是你爸爸媽媽啦。然後我就回說，這個很難不講。這樣的嗎？長得這麼像，不講都難。哦，哎。一定要跟張爸張媽講一下，上半年得了參加過後，創了我們收視率新高。Hello，他自己就刷了2000遍啊！真的。可是哈，那頂不你哈，希望做紅隊呀，好可惜又做藍隊。冇過來啦，冇過來啦。他剛剛還跟我說他希望生你嘞。哦，真的。但我說你沒那個基因。好啦，歡迎下你楊梅嘅哦，泰國泰子唱高一下，都有導演，有冇推薦乜嘅好搞好料嘅？小菜路油條安度茶人嘅葡萄，當嗰種當到茶人，你看到個規則楊梅嘅風景，師傅咧講。哇，係嘅大甲灣嘅導演嗎？錯。我嘅導演真係動獎。嘅導演啊，唔單止有嘅一年四季都有茶樹動獎以外，都嘅導演翕相咩動獎的。都看一下幸福嗬，要買河餃、河雪，做啲推薦大家。我感覺幸福嗬，最好高料嘅蔬菜係。潤岸漁港就一條綠色隧道，那條係非常長的綠色隧道，可以吃飯，可以看海景，可以看夕陽。食材哈凍醬，哈，我覺得比永安漁港哈更值得開港哈去撩。你就躺到回復到。講話的表情好像哦。讓我試試看。對，一望無際的海邊哈。值得哦，太敢起撩，有嗎？很像，你完全遺傳媽媽的。好啦，所以唐起來強龍吼，突然吼，兩片做在推薦大家係永安漁港啊，還有這個綠色隧道，對，又山又水。好，節目還很長，等一下慢慢幫你講，好不好？好，馬上就會進行今日嘅比賽咯。料理鳳玉頂。
凉水會用現改嘅方式結添主要食材，沙等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喺呢之前，唔啲會觸到外界食材嘅情況底下，涼水會因為太緊張亂混粉末，還有涼水冇觸到嘅食材，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到底會變化出外界想唔到嘅料理呢？最超級、最神奇嘅比賽馬上開始了！第二關呢係料理風綠燈，馬上先派出兩組最會猜拳的人出來。哦，當然係愛妹啊！模擬大戰。哇！媽媽，這個是那個猜這個，不是健體比賽。OK。對，劍頭沙頭布咯，哈。哦，劍頭沙頭布，耶！等下，現場究竟可能唔會手到正經嘅食材哦。我們先開開題目。好，今天有幾個東西。照燒雞翅。哦。姐一，好來，秋天阿姨來。你要先來個姐，好了，考驗要選哪一隻？蹦，好，1、2、3的哈，1、2、3，等下，我問一下，主持應該媽媽摸那個特權哦？沒有，當然沒有。有涼盤嘅雞翅嗎？抱歉，來不一樣。給上擺炒三鮮就沒有用三鮮呢。哦，他不用一樣食材沒。張家的傳統繼續延續的是，我來先講哦，上擺就出現嘛個腐酒啦，那個粉蔥啦，大擺目兩擺目的我出現嘛。啊，要變你第三係弄毛蟲。好，我唔驚，我客家姓 Q。哦，兩三，你還沒夾夾。綠色吧。好，綠色，好了。1、2、3，馬蓋。你還真冇法度哦。我見客家人哦，冇吃這個呢。哎呀，這倆係西洋的東西耶。沒，那個不是西洋的。不是西洋的嗎？對吧？那樣，而且佢還先看不會不能看遠呢。好啦，我看，可是我想看這個。好，媽媽，你諗講，春夏裏兩隻燈的哦，係師傅來做。好，好了，到底係馬嘅1、2、3，那更好。彩挑板。今天製作單位人好，你不會太大材小用，大家唔好忘記一個重點。馬嘅，不管你嘅主食材係馬嘅。照燒要煮好冇張黑充點 ，OK？ 哦，好的，我媽媽不會煮照燒。媽媽應該不會煮照燒嘛？你會煮照燒嗎？開玩笑，真的不會。好了，馬上就嚟進行第一關嘅比賽咯。第一關呢就賭到一個挑戰呢，說真的，他當然呢較少煮一個照燒口味的。馬上就嚟進行嘅哦。風吹有信心嗎？笑到雞字，當然有信心啊！你看一下冷水，有信心嗎？有，該還沒講麼？好可愛哦！好，難得看到兩組愛油這麼有朝氣。但兩個食材不一樣，兩個實力冇呢，馬上就來進行比賽，倒數3、2、1，開始，同桌了喲！我見講真嘅，媽媽有煮過照燒給你吃嗎？冇呢，佢最會做嘅係三杯，他是屬於外省人派，外省人沒會寫照燒啊。那怎麼辦？涼拌炒雞蛋哦。還是爸爸會？爸爸會吃。OK。現款呀，OK。可能還好啦，哈。啊，你看那個老公，很明顯的看得出來，平常家裡的分工吧。你要負責煮水。對，他別，而且煮水，而且他不知道，而且水不用舀也唔會他舀。這是在搶鏡頭啦。平常都係老公煮哦。耶，你係高興本係嗎？高興本啊。哦，我聽見啊。What did you teach? English。等下我先講一下，這個真的不用舀。那表演時候呢？妹唔會卡掉，而且你把它舀出來。即刻出。這表示我有在做事啊。我是助手，不然等會叫我叫 stop 助手。那助手會很熟，因為幫到嗎？助手不是豬隊友哦。對啊，他助手你嫁過來，這樣子幾10年的時間都會太狗住哦。我唔差。為什麼講？聽出聲音有點哀怨。你是在做
你係都翕英文嘅料理節目嘛？唔係啊，做教口太好嘅學生嘅口太好嘅人文嘅歌啊。真的啊，太好嘅線上哦。這個招工你們兩個可以退下了，我們不用廚師幫忙我，沒有，還是要啦。要嗎？他說可能是幫你哦。啊，對啊，廚師救我老婆的。沒錯。啊，你老公最會煮嘅東西係乜嘅？金店門啊，加箭頭腐。箭頭腐啊！哎，箭頭腐的箭頭醬很簡單。其實你真的不用摸着，你要不要幫老公加油，站過去一點，我們也可以不用那麼緊。對。我想用一個一零三因為我想幫他的穿。啊，我攞下鏡，還頂。先看着他戀愛啦，我先去看一下我爸爸媽媽，好不好？來。張媽媽，這邊就平常心就好。哈，一定要跟全國觀眾講哦，我第一擺哈用酪梨做照燒，第一擺用酪梨做出來。我相信哈，沒幾個人用酪梨做照燒，所以我願意接受挑戰，勢必成功。我也願意。哦，好像你沒打斷，他這一段準備很久。我願意接受。現在攝影師一定要來拍我的切工。張媽媽，應該你沒有用酪梨做過照燒，應該是你沒有做過照燒吧？妹，他還沒有吃過酪梨嘞。有開玩笑，我好歹看過豬啊。看着你講，大豬啊！該下手到酪梨嘅師姐就買想法。客家請求哈，就是什麼菜都要會做。婆婆拿出什麼菜，就不要做婆婆講的那道菜。你看路卡也是軍事教育嗎？唐長貴。這個是吸反射的那種速度哎。初戀的滋味嗎？再一次戀愛的那種感覺。再次戀愛，那就是再婚嘛。我覺得製作單位真的很了不起，居然會選酪梨做食材，這不是欺負人嗎？有時候小朋友回來，他就會指明這道菜。哇！我跟你講，陳哥哥煮嘅就會懂後生。講真嘅，你張媽媽以前你婆婆有教你煮菜嗎？有啊，板冤啊。哦，對，你上次有菜包啊，菜包你咪咪煮哦。捏板啊，捏板，八板啊。你看，真叫我鼓勵一下啦。哎，這種在鄉下做，都不下嘅書姐的吼，媽媽主廚，爸爸為輔。爸爸沒會談手做。你平常，那你小時候覺得媽媽做菜好吃嗎？哦，極好吃嘞！你沒看我上都多配了喲。我很期待今天媽媽讓爸爸做給你頭蓋照燒酪梨。我覺得連酪梨要怎麼切，我都還要一直想。裡面有一個腦袋一直在想，我應該用切片的呢，還是切塊的呢？媽媽，我提醒你一下，2罐肉廚師提出來60秒。可是我想要留醬汁給廚師調啊，照燒的醬汁啊。哎，更重要。要不然我申請主持人特權，60分鐘，60分鐘，沒辦法，冇辦法。哎，好，我就看你怎麼切。中間有一個，你先破一半。哎，爸爸給你切好了。反正2個人都沒切過嘛，就給爸爸切。開玩笑。裡面有骨頭哦。骨頭。我們家都講骨頭，吃水果要吐骨頭。哦。骨頭，哎呀，哎呦，我們這也有骨頭，你有廚師幫忙我。那你可以，對，來嗎？來牌子，講一下，講下波喲。講下吧。廚師田樹崖。廚師田樹崖。謝謝你。那就玉芳老師，拜託您了，玉芳老師。玉芳。哎，什麼事？那我們切這個這麼難切的酪梨。很難切哈。60秒可能就只有切酪梨。對啊 ，OK 哈。好，第一次醬開始。好，媽媽我學一下哦。好。2聲半嘅餅怕。不是啊，佢主要係唔會切酪梨嘅。嘿，你切一下酪梨。用時間，這樣啊。對半哈。可以了，張媽。來改下香港嘅速度動樣。哦，又加了。師傅果然是力道不對了。等一下，嗰幾個切菜哦 ，Eddie Vodka 轉去 motion，買個便宜 Eddie Vodka 去買個。30秒過去咯。切丁哈。好，你要切丁時候哈，還是啷講？好，你要全部變下去嘛哈。好。啊，你要等下不然，你要水慢人下的時候咧。好。將個部分未提上。照燒點樣做？哦，照燒要怎麼做？好來。快火嗎？頭油。哦，唔是。頭油一半熟咧。總的，摸糖。3、2、1，繼續。現在放了醋和那個醬油和水，剩的我放。首先呢，我一定要放一點香油。
你过去拿过。这个还冇讲香蕉诶。然后呢，我要放一点糖。通啊。好了，过来一下，过来。我那边煮好了呢，我这边煮好了。忙啦。哎，我发现呢个介鱼冇切哈，冇发现哈。50。切得过后就冇肉诶。咩？切开就冇个米汤，佮结底的米汤这样吃，剪到杂杂当。我啦，从个切开来时，这几个酒是介滋润，会流脱，加卡都有吼。番碱泡诶，系冇？冇唔差。按摩汉有冇有西店煮菜啊？补习班。外岛冇法度啊，不看唔会煮啊，切开来煮啊，对吗？你讲你唔会煮啊，秋莲姐。原来是不得不。我要求太高了。哦。他刚刚讲摸奶哦。你看秋莲姐这么的娇羞，头班还做高管的呢。学校教官好，你一讲教官，我刚刚差点想闪到旁边。我最怕的就教官，最怕。一定要广播都安安啦。退休后就要不一样。教官以前真的很凶。兄弟安永头发不合格，对，剪贴啦，好吗？不能比教官漂亮啊。我是不会的啊，真的不会了，不过看起来就会比男教官帅。看哦，哎呀，剪得好漂亮哦。还有剪都劲风些的哈。摸唔错啊，动嘴。我想知道一下，你木卡也是军事教育吗？你会被教官管吗？唔会啊，你问这个问题有危险性，有生命危险。木教嘅教官，木卡挨系主管。哦，错冇？原來你喜歡兩種嘅，你自己喺度太錯啦，係啊。你唔可以有門人嗎？10號真講。我在家不能太大聲講話。做嘛改版？为什么？因为他说我连名带姓叫他，他就要立正站好。什么事？叫叫看，试试看，试试看。唐强贵。这个是吸反射的那种速度哎。对，叫我开始学会要怎么温柔。叫他跟紧紧驱动，你走得让我爸爸做好朋友。他可以跟我爸爸做好朋友。你们两个有同样的苦。摸奶哦，对吗？我们过去烧焦了，是不是？烧焦了啦，出风来啦！好了，烧焦了。各位同学们有什么意见吗？没有。现在呢，为了我那个若梨它很软嘛，所以我不能让它先进去啊。这样子我待会变成若梨粥了，所以我先把这个酱汁跟那个菜在哪？给它那个入味一下啊，剩一半，最后还要拎上去啊。酱先帮你炒一下啦哈。入味。先进。我先讲吼，无论今日我妈妈系有让也冇让吼，我妈妈做嘅美食系我全世界最好食嘅美食。可是你平常不是这样跟我们说的。等一下，张先生，我跟你讲你慢慢讲。还在打战，你们可以先说这个字，我一定要打赢的。还剩几分钟呢？因为最后时间会到嘞，几秒钟。天哪，我不知道。等一下，哎，爸爸，你要做一下那个很漂亮的动作，不能用搅拌的，对。因为若梨很软嘛，对。好，模仿，爸要点热度，放到啊，然后这是最后的。紧紧不会走低了。你刚刚有搞过跳语文呢？不宜走了，不宜走。好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等一下，我要让那个若梨入味。对，冲发，快好了。好了，那边好了。风吹跳会熟哦。一定。你们的照烧系要买特别嘅挑法吗？冇啊，随心而已。随心。那在调酒啊。大家吃米汤。这个一定要入味哦。我知道。刚还有米林的，还有加通哦。砂通可以增加颜色。紧紧会煮菜哈。你好幸福哦！所以我就跟3个小朋友都讲好，只要爸爸煮，我就好事，才给好事，耶，好事，跟你们家道理一样。永爸，正点。好，收汁要入味哦，差不多了，可以了。我们先倒数，现场马上也都数，10、9、8、7、6、5、4、3、2、1。时间到，马上就来吃看下第一关哦，照烧系列，哪一个爱较好食嘞？照烧系列呢，可是有一些挑战，因为刚刚都会调呀跟米汤的时候，我发现2组
都是凭感动在调味道哎。感动不是直觉。不过呢，都大家吃落去，问台下吃都感通吗？哦，还是吃吃看，看一下有没有感动的味道哦哈。你们要上演喂食秀了吗？要哦。等一下，等我们这一先吃完哈。好了，太尬吃吃看呐。懂顿呢，又见狗颈菌又见叉哦，又香哦。好香好嫩哦，鸡翅。冰落去，那出了些骨头嘞。像十边的鸡鸭冰强样，冰落去大家出来安做好嘞。哇，肉全部已经软烂了哈。米头呢？当然非常好，好吃，好吃。一听口，陈贵哥做诶，然后好吃。剧组单位係用慢深度安詳嘅兩組來賓啊！怎麼這麼厲害？都唔係拍誰？一定要走動用伴。他們做的怎麼樣？說真的，哇，這雞肉好好吃。那說假的呢？假的就是等一下你們吃吃看我的。爸爸你吃到嘞？非常的滑嫩哦。阿某想用你下現放切下爛。這個我緊張了，我第一次吃到這種照燒酪梨。酪梨吼用照燒來做，已經簡單吧哈？莎莎來學咯。有點緊張哎。我也是。不差哎。是好吃的，開玩笑，還咁正經嘅啊！我覺得還不錯，我再吃一個。酪梨用味道照燒安合哈。一好食嘞。我吃到感覺酪梨，我們鐵板式都按樣去煮法，實在冇同樣嘅味道，吃起來娘像我煮嘅雞翅膀咁樣，當好食。入口即化，無法形容的那種美味。初戀的滋味嗎？現在講初戀是比較過時了，再一次戀愛的那種感覺。哦，再次戀愛，那就是再婚嘛。我覺得製作單位真的很了不起，居然會選酪梨做食材，這不是欺負人嗎？你是正經愛，我們做董後生，有一種不違和，創造出一種新菜的感覺。對，好，競總嘅時間到了，馬上呢就來評分呢哈。公平、公快又公正，先搶3支持部搶分分數。我看一下青永豐70分搶分分數。難分難捨。這樣公平。哦，鳳腿的一個雞翅啊，煮到清好，很軟嫩啊，然後味道也有燒進去。食到呢就該醬嘅梅啊，懂好？你在笑什麼？怎麼了？那個酪梨啊，假時係呢種用用半種，我做涼拌。好啦，呢師傅黃姨來講一下，做乜嘅會壓咩分數啊？你先講兩片啊，你看想乜係講，應該雞翅嘅用雞肉用多嘅，你咪做到以後，佮煎嘅時節變到金黃色嘅時節，應該料強下落去煮，壽司強下落去煨，一鍋到底，雞翅好入味。啊，我會分兩片哦，第一個是到上麻雞，從我上咧鹹蛋嘅口感，又加鹹蛋嘅梅，啊，你啊梅頭未挑到檔吼，你又加一個調油落去，含有梅頭更加層次，檔好些，哦，是正常的應該挺好。你加的醬呢？加到嘟嘟好。好啦，一天怪你照燒，可以嚟各都會得到熱分，唔該晒考慮，可能嘅蘿蔔飯，我用照燒嘅方式變化出好食的料理咧。我蠻少吃到他做的，好吃嗎？說真的，薑還是老的辣。他都用嫩薑哦。是，每一類都偏重哎。你好像對那妹妹很有興趣。對啊。我們要燜料理，你一直在問妹妹的事情。我剛剛就嫌你們訪問太短。爸爸，我先去看那邊的咯。蘿蔔飯，我用照燒嘅方式表現，馬上搞拌你嘅生吃師傅。哦，來。可是我比較好奇的是什麼呢？今天要用多少時間？冰水。哎呦，做乜嘅用啊？冰水啊。我等下洋蔥也會浸水。做乜嘅切一顆一顆的？輕種愛倆搓條飯，我會切丁。哦。我會破鍋啦。油有熱了嗎？有。你有人來起款的嗎？你起款。我媽媽在現場，我們還是不要這麼殘忍。媽媽會叫她去試啊，不然我來試好了。好，你會破鍋。好，你要注意咱熟個先落去嘛哈。哇，Thank you哎，有問題要問呢。那個師傅，請問我們要用這麼多油啊？我愛用破較較夾啊，就都會用氣炸鍋做的嗎？對，我做得了。
款。这个切的比陈贵哥快哎。没有。哎呦，真的好像我儿子人。你看哪个是奶渣？两张嘛，难怪该下开始嘅时间吼，你们问说，哎，你儿子几年次，然后他忘记我的。你激动捱嘅啦。可是他兄弟講，要跟羅佩拜一般來講，葡國會發港式是來炒那 XO 醬。嘿，對，還有該豆酥啊，對啊，對啊，我們沒有哎，這要先炸。所以是改良啦哈。師傅，你要以沙炸。以沙炸係講英嘅。以沙炸。阿妹，哦，那講當英呢？你哋下啲嘅下位係學麻沙嚟哦。啲咧。好，我來調該照燒醬，用同匙該味淋。用同匙味淋，做較大，做較大，哦，超過了吧4同匙。你看葉偉西。2倍啦，好，你現在放大2倍。1比1調酒，買4大匙，還有糖，還有米酒。糖我記到誒。用同匙。哦，用同匙。米酒呢？用同匙。師傅，我愛請問哈，醬油哈要比較鹹的，很黑那個甜一點的醬油。我會用薄鹽該，薄鹽開較好。薄芡甜。可是像火鍋不就醬都有嗎？唔會，本佢泡到該只會長辣夠粉哈，辣夠粉之後，然後酥脆。菜頭飯用果粉來泡做得嘛？做得，不過那個油溫愛拉過。哦，嘿，因為炸過用它。泡馬該粉。果粉。果什麼粉？果嘅剃頭粉，咩剃頭？剃頭咩？雞扒，番薯粉。我小時都雞扒的。我係冇雞扒，我想吃啦。唔，哦，安用就做得。哦，破火了哦。今天太趣味了。很該種。我炒一下嘛，啊，地杯煮嘅湯底下炒過之後會香嘛，哈。我現在以主持6年，專業有煮本媽媽吃過嗎？當然，我蠻少吃到他做的。有吃過嗎？有啦，好吃嗎？說真的，薑還是老的辣。他都用嫩薑哦。不是，我以叔公哈，我是師傅啦，他還也是我的徒兒啦。一跳起來用講啦。去年過節嘅過年嘅時節是係愛煮啊。係啊。有啊。一年過節一改100，愛吃掉100。啊，我們師傅要接下來。老該紅蘿蔔，還有該青椒。老。沒有，之前有吃都100，陳貴哥還沒有吃過邱練姐煮的。有嗎？有。豬麻街泡麵。水果派，中國水果派。剪荷包蛋。有破嗎？沒有破。剪荷包蛋沒有破。假是冇煮好啊，是完蛋啦哈。師傅，我又要請問你了，為什麼你洋蔥要最後放？我要做個涼拌該啊。哦，所以外公三溫暖有點道理哦。好，洋蔥餅個把它甜一點，不會卡甜啦。哦，你這樣子的話還很漂亮呢，那個顏色搭配也很漂亮。卡好。真的5分鐘哎。安永就錯這裡。好，拿起本睇下看一下。好來，照燒脆條飯。安永就好食嘍。社會菜頭飯應該係感應到消失到安樣嘅 Q 面，嗱，我們給大家一起品嘗看看。開始咯，好食好食。哦，面度硬貴先我用睇咧，要搭配那個洋蔥，一個梅頭就是商品嘅梅頭，脆脆啊。這挺好吃的，這一塊塊嘞，懂粉偏深。你覺得怎麼樣，邱練教官？非常好，我會給他留校察看。哦，為什麼？留在一家煮熟，繼續煮，對吧？留校察看，對吧？對。陳貴哥，你吃肉嘞？我吃到了洋蔥的味道哈，把整個味道整個提升起來。跟菜頭飯就像安尼是跟雪糕用的，綿綿密密，當好食。出乎我意料之外。冇想到安好食嘅菜頭飯，已經擺是都啱嘅呢，都得用做。對。佢個照燒嘅梅頭挑到有嘟嘟好，懂你哦。就可以兩下天是安熱，佢兩透出嘟嘟好。嘟嘟好，唔講呢，家下呢1比1咯，馬上我來接聽勝負誒，好不好？好 ，OK。
劲，有信心，有信心了哈！马上来进行最不迷馆挑战。料理有意思，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同樣嘅故事。啲主題公布過後，2歲愛找定題目來做料理。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也係感情嘅故事呢？大家夾夾坐過來，一家之主上菜了。這關地度呢，最會迷館嘅天生夫誒，唔過度好，兩組都係兩公婆。故事呢，今日按日本太極嘅題目簡單就啲嘅嗬，on到乜嘅？孟子乘涼父母心。孟子乘涼父母心，風吹帶來係馬吹石。五福臨門堂。五福臨門堂。係。咁意思係講呢幅畫就5三英係嘛？冇唔錯。哇！係咩嘢啊？一個來兩個模嘅。兩個模嘅哇！希望佢哋識到了到最後。安安心心讀書走條路，神神公公，年年慢慢。有祝福嘅一出料理耶！而且呢，今天有小驚喜，每一類都獻寵哎！大家好！哇！他假發工要當好哎！現在大家都做乜嘅？有在當 DJ， 在酒吧放歌的 DJ。教官，這個要抓起來，所以就有一些的衝突。雖然會擔心，但是還是默默支持他，對不對？我唔錯，新年事業去改發展，做下而言就支持，再支持。好好哦！其實孟子心中哈，我媽媽應該算是蠻心有感觸的吧。她應該沒有指望你吧？因為我做個垂名獻公吼，垂名大豬小豬落一旁，該點會來？所以呢，我取名一個大豬，一個小豬。大豬係嘛啥？你啊！到時候拖留時間的時間了哈，我哋兩沙全都冇慳，所以讓我兩條豬瘟呢，全部送安慶辦。那安慶辦就負責嘅餐飲那個老師呢，他將獅子頭呢做成小而巧。然後像零食，然後又不會很多的肉，那個肉丸子充滿了那個阿姨對孩子們的愛，還有我們父母親牽掛的心。對，等下未摸大幅卡咧，所以真經動手舌頭。所以等下非常期待，該每套落挑白就強容麼？好啦，太極界有信心冇？有。等於哈，變落去啊哈，變落去哦。全部一罐哦。等一下，愛清了。煙囪多數3、2、1，搶開始！來，趕快把握時間。真的有吃過嗎？真經凍甲蟹，段考後媽媽都會煮這一道。真的哦，算是蠻揪起回憶的一道菜。你不要再哭了，你不要哦。你現在是哭了拖我們時間很長哦。你會別的哎，教官。當然，我是最佳的助手。我做到一半，他叫我助手。你要八個金針菇，你練幾久咧？今天早上才練。然後等會還要打蛋。今天你就會做個五福臨門啊。對。的五福，剛才就講是哪5道食材？豆腐、馬豆、卵、木米、金針菇。還有佢最會剪的豆腐哦，哎呀，出來很恰想出來哦。用係自家想嘅。哇！你每個該流行，你發現佢真經會做 DJ 嘅時間，你有跟他說什麼嗎？一張面啫，莫學快就好，莫超過就是5點轉出。那就是沒有標準的意思啊。對啊，5點之前有轉來呀。你好像對那妹妹很有興趣。對啊。你剛才我們要問料理，你一直在問妹妹的事情。我剛剛就嫌你們訪問太短。對，這個應該不行吧？3萬大片就好。對。他個人那明顯安用。可是給東皮哦。還有哦，我看那煮飯哦。東北，一定下門嘅親家牧師啲咧。走的，東好啊，爸爸，我先去看那邊的咯。行。好快哦。報告張媽媽，你有媳婦了。媳婦哈？你不是應該是說你兒子那個嫁出去了？其實我一直想要做一個伯謙喜歡吃的菜，因為伯謙前陣子哦，他忽然血栓啊，大家都知道那次很嚴重。然後我請食囊啊，雖然好不容易復原了，又要哭了，常常感覺哦，我現在常常都沒有像小時候一樣做給他們吃菜啊。大家都知道，年輕人在外面打拼是很辛苦的，我們要給他們鼓勵。我就用食物來
代表我对他的爱。哇！希望伯谦吃了这个菜更厉害哈。对，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元气大丸子。哦，讲了故事，应该还讲没叫。抱一下。哎呀，抱一下，抱一下。哦。好，加油！在场的每一位，我们都加油。再补充一下，为了今天的菜哈，该干嘛改？我们觉得最贵的东西吗？干嘛改？不是啊，这不贵不贵，这是甜蜜蜜的啦。蜂蜜。哎，对对对，我买的没有很贵，我猜测应该是假的蜂蜜啦。口内还便宜，没有便宜的。不是张妈，我们刚才进入很感人的状态。对，突然变成这样子了。你刚刚都在变喊你啊爸爸哎。他也喊他儿子啊，奇怪。哎，不知道会不会太甜哈？注意看我刀工啊，切豆腐很少人切得像我这么漂亮啊。可是烂了，已经烂了。那安亲班是说哈，怕小朋友吃肉吃腻啦，其实人家地啦，肉贵啦，豆腐便宜啦。有时候小朋友回来，他就会指明这道菜。哇，不管用陈贵哥煮的就会懂后生。哎，不知道会不会太甜哈？这不是，这没办法。对，没关系。啊，这甜蜜蜜的嘛哈，我们做成零食榜还是再加一点盐巴。不，我这个狮子头哈，跟外面的有点不一样，因为我还要加一点太白粉和那个地瓜粉。增加它的。我要增加它外酥内柔。加超多，因為我食時節都按千班嘅時節，我中午啊晚餐全係是按千班嘅阿姨做嘅菜，對，他自家發時間去學兩套菜。哇，注意看我刀工啊，切豆腐很少人切得像我這麼漂亮啊。可是爛了，已經爛了，已經爛的嘞。依家係冇看到嘅時節唔知。沒啦，這豆腐本來就是要稀巴爛的嘛。你好綿綿呐。所以。應該調不會教到該絞到地板的啊。那安親班是說哈，怕小朋友吃肉吃膩啦，其實人家地啦，肉貴啦，豆腐便宜啦。我掌心盆呐。他們就這樣子講，我就聽他的。摸了它可以吸水，撈該是炸的時候會好脆。對。哎呀，我誤會他很久了，我一直以為他們省成本。你做咧幫下抬嘅腳好冇？幫他抬，看那邊。洪爸他那邊有同意了啊，同意了 ，OK 了。我們剛才講成了，待會直接他剛才說那個，因為他要嫁到你這邊來，他們會帶更多的錢跟房子。哎，冇安用講哦。好啦，該下做咧嘛，該時間到睇下講一下。你要做調味哈，你要湯要不煮成像酸辣湯啊，唔係酸辣湯，酸酸甜甜。前面係肉都有醬，還好水改番茄炒蛋。確實有人係安用伊。撩下多現做番茄炒蛋的風聲加水加啲嘅料落去，就變到兩道菜。所以應該豆腐唔可以煎過，直接蝦。係，直接蝦。要生嫩嫩呢？你要買豆腐啊？咩嫩豆腐？像老豆腐煮落去很難煮啦。好，我們先過去哈。好，加油加油加油！哦，你要係最困難嘅部分哦。你們看一下哦，雖然不是很厲害，但是一定要這樣子。該地北毒就啊。還有幹嘛改？我有加一些那個秘密武器啊哈！秘密武器。哎，我學凍豆白咧獅子頭吼，提日白款我媽媽親手做誒。他媽媽咧會鋪氣球啊，同一個顏色啊。所以你哋要鋪好時候咧。等一下會跟他做一下太極擺盤的時候。對，一個是原味的，一個是會加上我們的番茄醬。因為小朋友都喜歡吃番茄醬嘛，可是實際上吃它的原味是外酥內柔，也是董侯式哦，當零食差不多了，差不多哈。好，你這樣子我沒辦法熟啊。好。我必須說，我們小時候呢，準備嘅量哈，係兩個食配以上。爸爸一定要熟哦。加油。可以。好，你要凍下去哈。這種兩種嘅獅子頭哈，其實炸久一點沒關係，炸酥一點。因為我們今天哈主要是現場吃，所以我希望酥一點。那你自己在家裡的時候不用這麼酥，因為你要再加工嘛。捨不得撈起來這麼漂亮。哎，是因為加蜂蜜油啊，越炸會上色，酥一點，會好不哦吼。其實我是很節儉的美德，我哈用剛剛炸過那個蘿蔔糕的油，所以你們才會看不到哈。均強就加粉嘛哈，又加粉，一定要酥哦。不是，是一定要贏。不是啊，對，一定要輸啊！好，我要頭五重哦。走了。好。三豆腐番生呢，然後最尾煮調味組合咧，起鍋之前撒一套香油就好。走的。
香油。好 ，OK， 好，准备上桌了哈。好。今日暗度吼，两岁都可以爸爸妈妈鼓手底下出料理，梦子神流，父母心一听同站的，大家一听懂期待吼，等下马上来吃看看喽。第一出料理呢，算係人哋新嘅一個單元高向啊，做講最有互動，韓國呢最神奇嘅，你看剛有餃子誒。想要說好不哭的。你不要用那樣子奪分數哦，沒有加分哦。好，來吃看呢。我跟你說，伯謙，你要討好關係就趁這一次的。哇，好好吃哦！還沒吃好的。冬菇裡面。哦，凍時間嘅酸甜感。哦，你胡蘿蔔嘅溫度刷脆咧吼，唔會甜酸，嘟嘟好，嘟嘟好，而且真嘅濃有料，講真的，要加講夾面，佢不真嘅唔是剪糕，哎呀嫩嫩嘅清口，有各種口感都有，那個五福臨門啊，對。冬天的時候，有時候小朋友回來，他就會指明這道菜。哇！不過用陳貴哥煮嘅就係凍好食，真嘅懂真的。啊，咱隨後表達一下君子之心，咪講一下第六種用飯。非常好吃，沒話說。好像很熱切的想當親家，這樣我就怪怪的。你睇桂丸啊，好食到吼，續丸真的可以一續再續。我覺得真嘅同好食。香港在地背肚哦，凍到嘅嗆菜啊，買個飲種全酒啊，假使什麼想要減肥哦。哎，吃這個其實也還蠻輕負擔的，不油膩。哦，都不卡也可以來試做看看。好，你一下玩一下嗬，攞到復興宮嘅太極，要看到嗬。大豬小豬落一盤。嘿，有兩種口味嘅獅子頭，一個原味，一個那個番茄口味，來會吃得出一點味道，走對嗎？也是要兩 Q 啦哈。那個青江菜就不要吃好了。我以為你說親家哎，嚇到我了。親家不要吃，親家菜就不要吃。好，可以試試了哈。好吃，有沒有一點像零食的味道啊？有，懂真的哎。啊，有些人不會太油膩哈，有像零食的味道。這兩個也太難評了吧？我覺得這個應該就是要一組的，親家母的感覺。對呀，這個那個有沒有主桌上面就是放這兩道菜就好了。我跟秋蓮姐姐妹嘛，真的，姐姐嘛。真的哎，我們就不用評分了吧？直接再請妹妹出來一次就好。這邊辦一辦。你要頭場嘅正經講一下，要讓嘅社區啲回憶嘅味道係強讓嘅，應該唔係講，哎呀做強盜咧。其實唔會，因為還蠻好眾攀自謙，挨讓挨樓太哈，哎呦一半先掃光，一顆一顆這樣搶。好好吃哦！除了兩種口味哦，還有其他嘅變法。希望製作單位多多的邀請張爸張媽，可以多多表演呀。哦，謝謝，很感恩了，謝謝，感恩了。陳貴哥，你吃了樣吧？公司了哈，那公司窮給糖醋排骨，柔軟有硬，非常非常適合客家人那種個性，非常適合。處事圓融，外表堅強。哎，你用啥？真嘅對啊，彭大哥啊，謝謝你哦，彭大哥。好，緊張嘅時間真有多哎，我是覺得真影片片都。挑戰的，不管米頭呀、故事方面，好啊，馬上呢，先要向森子師傅搶本分數。冷水，莫評分啊，拜託，哦，搶拜託一下，請有福，請師傅，給莫看。哇，又打天命了。先談一下師傅公平。我今天給的分數，其實兩隊給都想給啊，但是那你要這樣啊？對，湯呢就是比較清爽一點，我自己也很喜歡，但是相對起來，有吃到它這個比較有感情的一個味道，但都是有啊，但是我又不知道怎麼講了。阿鳳哥，你老大家講一下，有乜嘅比較嗎？其實嘛，兩片東南鹹啦，啊，你把皮講好，你加到你是紅燒白菜，哎，它加到是對味的，哦，啊，你是正常嘅班人啊。五福係五行嘛，五行吼，你嘅頭部向南嘅啊，是差到行啦。啊，行白甲燙下倒底，甲撩下手底，就是看到下五行那樣嘢嘛，是正常對樣嘅。你唔本兩片哦，你唔上嚟話，你打開獅子頭，其實是當場打聲音啦。你不要 Q 到我媽媽的專場。
2种个性嘛。还用长不会让尬。那设计上就是我们来2个不同个性，2个不同的料理。应该有食到该望子成龙的感觉啦。好啦，两片都动厉害啦，谢谢，再次谢谢。好啦，马上来公布成绩咧。其實呢，不管哪主樣哦，今日整日都表現得當好。唔過呢，今日藍水得到3分，鳳水得到1分。先來恭喜藍水！恭喜藍水，以下嘅藝家哦喲，昨天得到正片票嘅價財機。我們這個比較重，而且爸爸可以繼續煮下去。水真是同天珍珠小撲牌，恭喜！哦，現訪問藝爸爸啦，冇是現問機哦，30分鐘是冇咧。對，爸爸已經先講乜嘅？因為其實藝爸爸係非常驚上節目嘅，他很討厭講話上節目。愛嘛腔讓，看不出來。你不是，你真的不是。老大家講一下，因為本期片內上呢個一個自主嘅節目天二擺，當觀眾也係也當歡喜參加天二擺嘅一個自主嘅節目，感覺到天二擺比天二擺還好搞誒。係因為那度錢下多。你要眼睛自己啦。你看緊緊動短哦，日溜時間半年。好，等下揾媽媽來講一下。最感謝製作單位哈，讓我們來這邊。最主要，我每次來這邊哦，我都可以結交到很好的朋友，親家，看到一個很棒的團隊，然後呢，可以把我們家的一些小故事呈現給大家。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一件事。我不要做結尾，我會哭。來，好，唔該你向神龜島老太太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好嗎？本來我唔想來參加，我太太講做嚟上天師，所以我來咯。點乜嘢？神龜島真人表現到動站到誒，你看佢不管煮菜呀各方面都不一樣做過，他該南面人就會站到。有獎，真嘅，有獎。其實今天很高興一直要他來，是我也是想透過一家之主這個節目呢，發揚我們家彭先生的手藝，讓大家知道。那同時呢，客家精神、客家本色。我在這邊真的也是學會了，透過這節目收穫很多。其實唔但講係基隆沙就得到東西啦，我今天也有得到收穫滿滿啊。怎麼說呢？有咩講？那個老婆，你怎麼在這邊？你怎麼在這邊？不要偏啊！不要偏你啦！不要奇怪，你要出手嗎？你要出手，我先幫你。來，我從人家哈太平現代，好啊。平靜啊，現代哈平靜。冇問題啦，你不看好，非常按照這個傳統來走啦。可是我覺得他跟甚至比較有夫妻臉，站在這邊。也可以。你自己選，自己選一個。沒有啦，他要選當然是選爸爸。答對了，係啦，最愛的。呢節目最好看的部分是按用那樣合家歡，帶來自己父母的味道，而且也可以看到不一樣的故事啦，哈。對，然後又創造新的故事。好啦，今日真人同歡喜呢，我特別做有講到兩不卡按幸福的家庭，不然你平常都兩不卡好明顯，你真嘅係挺幸福嘅。所以哈，假使你都不卡哈，學到東好學爸爸媽媽嘅菜，記得聽出來咯，記得講。我愛你，把愛掛在嘴邊哦。冇唔錯哦，故事呢就分享太起噶，就像你節目享用一家之主，不卡地度的料理，就可以本太起會反映一生人嘅好美食哦。什麼太起嘅曙光，你下禮拜再見，拜拜。日日女朋友哦。